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皇后博尔济索尔纳氏自16岁入宫册立为后，数年以来，其所作所为，失德失仪，实不足为中宫表率，更遑论母仪天下。朕观其行，察其言，屡有劝告，而索尔纳毫无悔改之意。至此，朕终是忍无可忍，决意废除其皇后尊位，将其降为静妃，居咸福宫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君不可一日无后。朕与皇太后商议后，得皇太后赞同称许，决定册立荣贵妃为皇后，居坤宁宫，钦此。诸位爱卿都平身吧。谢皇上。诸位爱卿，由于后宫皇后及各级妃位有变动，因此朕决定晋升德妃佟佳氏为荣贵妃，原来的静妃果真迁为德妃。这个灵珠，他也没有不过是皇上和皇额娘安慰他的虚名罢了。这会儿的灵珠，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心情。哼，活该，活该！皇上和皇额娘竟然让多娜做皇后，多娜怎么可以跟本宫比？这简直就是荒唐至极！姐姐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姐姐，你可是本朝第一个皇贵妃啊，那是众妃之首。妹妹，你不用安慰本宫。皇后和皇贵妃，那可是差得远了。龙凤在天，凤只有一只，那就是皇后。这个朵娜，平日在本宫面前，那只有乖乖听话的份儿。而现在，本宫见了她，还得恭敬请安，自称臣妾。臣妾参见皇后娘娘，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，这叫本宫如何受得了？如何受得了？姐姐，这说来也怪了。姐姐登上后位，本是毫无悬念的，这当中一定是出了什么变故。这变故，在皇上上次想要废后之时，就已经发生了。这变故的根源，定是那董小宛向皇上进了谗言。董小宛，本宫要你死！姐姐，姐姐今天是不是高兴坏了呀？妹妹啊，还真是让你给说中了。姐姐居然被封为皇后了，我多娜会被封为皇后，明天就要住进坤宁宫了。旁的人都以为是灵珠封为皇后，住进坤宁宫。姐姐现在啊，还跟做梦一样。姐姐能封后，妹妹真是为姐姐感到高兴，真是太好了。这往后啊，妹妹就应该称姐姐为皇后娘娘了。哎呀，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妹妹快起来，来坐下说。
实在是太高兴了。妹妹呀，姐姐虽然被封为皇后了，但是在无人之时，我们还是以姐妹相称，不必自称臣妾。好，那妹妹就先谢过姐姐了。哦，对了，也要恭贺妹妹呀。妹妹现在也是四妃之首的德妃了，这也是往前走了一步。姐姐给妹妹贺喜了。姐姐是大喜，妹妹只是小喜。真是没有想到，姐姐和妹妹两个最没有心机的人，居然得到这么大的回报。如今这索尔娜还有兰贵妃，指不定气成什么样子呢。姐姐，你始终有皇额娘护着家。姐姐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换做后宫的任何人，那都是要打入冷宫，生不如死。可姐姐还是保住了妃位，姐姐乃天生的贵人。我做了何事啊？我不过是想替后宫除害，替朝廷除害吗？姐姐只后悔与那贱人多说了2句话，皇上就赶到了。否则啊，今天的董小宛便会是一张鬼脸。她若自己照照镜子，那张鬼脸定会让她生不如死。除了董小宛的事儿，姐姐的那宗蝴蝶案，想必皇上和皇额娘也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。淑妃妹妹，姐姐想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秘密，但你要发誓，绝不可以告诉任何人。姐姐有何重要的秘密？你若不发誓，我是不会跟你说的。好，那妹妹就发这个毒誓。倘若妹妹泄露姐姐的秘密半分，便会遭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淑妃妹妹，姐姐告诉你，那件蝴蝶案不是我做的。不是姐姐做的，那姐姐为何要认下这个罪呢？因为我也藏了毒害果真小产的那种蛇毒，他们在我的宫里搜出了我藏的毒药，经太医一验，便会验出那种蛇毒。有如今回董小宛之事，皇上便认定那果真是我害的。如此确凿的证据之下，我又如何辩解得了？可我若硬要抗辩，恐怕如今连这妃位都保不住了。知道你的优势在哪儿吗？这便是你的单纯，没有心机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皇额娘就从来没有与你计较过多。姐姐跟你说，若是换了任何一位妃子，胆敢和董小宛交往，还互称姐妹，姐姐敢保证，她的妃位是一定保不住的。可你呢，虽然已受了痛责，但还是升为了德妃。你想想，若皇额娘不同意，你怎么可能会被升为德妃呢？这一层，你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过吧？姐姐，妹妹还真是没有想到这层关系。妹妹还以为只是皇上一句话便定了，妹妹也没有晋升啊。妹妹从静妃变成德妃，妹妹成了德妃是因为索尔纳降为静妃，这德妃又升为了贵妃，妹妹是没有地方待了才成为了德妃呀。你说什么？是你没地方待了才成为德妃的？哎呀，你怎么会这么单纯啊？看来这后宫的很多微妙之处，你都不是很了解。姐姐告诉你吧，你在惹得皇额娘如此不高兴的情形下，还能升为德妃，这就预示着你在后宫的前程啊，会非常光明的。众妃都以为你柔弱单纯，不适宜在后宫生存，他们却忽略了，这恰恰是你最大的优势。这个人不显山不漏水，不逞能不善言，他便悄无声息的成了我们大清王朝的皇后。
多娜，多娜皇后，好一个多娜！之前我们还认定是灵珠所为。我曾经也怀疑过灵珠，可我更怀疑多娜。这多娜多聪明啊，她就这样瞒过了皇上和皇额娘。皇上和皇额娘认为她没有心机，她便是靠这个来打败灵珠，成为皇后的。可姐姐何以认定是多娜害的果真小产呢？姐姐有证据吗？大家可都知道，这个果真和多娜平日里是最为要好的。多娜会害果真肚子里的孩子吗？你问得好，她为何要害果真的孩子呢？因为她虽然有2个孩子，但都只是格格，她没有阿哥。她没有阿哥，就会觉得心里不够踏实，那就会对所有怀上皇上孩子的女人都处处有所戒备。要是有机会，她便会下手。你想想看，如今有谁能够让果真如此相信？听姐姐这么一说，那还真是。赏蝴蝶那日，果真脸上抹的定是多娜给她的胭脂香膏。你还真是聪明，一提便知道了。方才姐姐还说，多娜会替姐姐报仇，这又是何意？多娜已经成功的成为皇后，如今她便会极力的想要除掉对她后位有威胁的人，而这个人便是离后位最近的皇贵妃灵珠。如果这董小宛还要在宫中待下去，势必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为她的威胁。姐姐之所以之前没同你谈过这些，那是因为姐姐确实没多大的野心，也怕说起这些会惊着吓着你，说多娜姐姐怎么会对这后宫的水出得如此之透。现在姐姐已经身为皇后，有些事啊便不得不考虑了。不过呢，妹妹是姐姐唯一信任的人，姐姐希望妹妹能帮姐姐，当然姐姐同样也会尽力帮妹妹的。那姐姐要让妹妹继续和董小宛保持姐妹之情，这意义何在呢？明白吗？妹妹明白了，妹妹一定会定时的向姐姐报告董小宛的情况。只要本宫能在这皇后的凤位上稳坐着，不出3年，本宫一定会让灵珠从皇贵妃的位置上滚下来。到时候，这皇贵妃的宝座，姐姐给你留着。臣妾多谢皇后娘娘，臣妾誓死都效忠皇后娘娘。等本宫诞下阿哥，这皇后的凤位便是无人能动了。皇后娘娘显威了，许愿了，不错。果真想要的，皇后娘娘怎么知道了？皇上，这下兰贵妃恐怕要恨死小婉了。不会吧？她又不知道是你跟朕进的眼。皇上不懂女人，女人是最了解女人的，而且女人之间是有直觉的。兰贵妃又是个万分聪明的人，她肯定能猜到这其中会有什么变故。她知道又怎样？有朕护着你，不用怕。是啊，这块码头有皇公子罩着嘛，小婉怕什么？你敢说朕的堂堂皇宫是码头？你小心被别人偷听到禀报朕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所以小婉就当着皇上的面说啊，皇上就不好说什么了，是吧？这正如古人所云，
明人不做暗事。调皮。对了，小婉，认封兰贵妃为皇贵妃这件事情，你是否会觉得奇怪、不可理解？老实说，小婉觉得皇上晋封兰贵妃这步棋走得妙极了，小婉深为钦佩。小婉虽然进宫不久，但已深知宫中的凶险。皇上虽然贵为天子，但其实也要受到种种掣肘。洪师傅跟小婉说过皇上的宏伟抱负。洪师傅说，朝廷局势复杂，新政推行也步履维艰。可是今天小婉看到皇上今日处事进退有度，举重若轻，小婉倒觉得皇上实现宏伟抱负指日可待。小婉，朕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知道吗？有你与朕同行，朕不仅格外轻松，而且浑身充满了力量。你看，就立后这件事情而言，你帮朕多大的忙，让朕避免了多大的一个陷阱。你知道吗？朕觉得以后你还会帮朕更多。英哥，英哥，你说皇上他怎么会？扣扣，你应该叫英统领或者英大人。我怎么叫他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还叫他小强子呢，管得着吗？你呀，真是没有规矩。英大人，英大人，啊，你得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婉儿，每次扣扣叫我名字，我非但不生气，反而很高兴。我们在江宁的时候就随惯了哈。所以呢，我跟扣扣的礼仪问题，你呢就不要再纠缠了，好吗？殷大人平时成语说的不好，他还挺会说话的，说的婉儿姐姐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是吧，婉儿姐姐？是，奴婢明白了。扣扣呢，不仅有董主子护着，还有殷大人护着，所以呢，奴婢以后再也不敢指点扣扣了。话可不是这么说啊，该指点还是要指点，该教训呢还是要教训，要不然，扣扣这个野丫头，说不定哪天啊就犯下了耳天大错。不是耳天大错，是弥天大错。啊？嘿，小强子，本姑娘刚表扬过你会说话，怎么这么快又胡说八道了？殷大人，奴婢看得出殷大人喜欢扣扣。那扣扣要是日后在礼仪上犯了什么错，那都是殷大人纵容的结果，那就怪不得奴婢了。好啊，以后扣扣要是犯了什么错误呢，就算到我的头上。哎，对了，小扣子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？我想说什么？哦，你说皇上他怎么能封兰贵妃为皇贵妃呢？兰贵妃毒打姐姐，还差点把我打死了。本来应该把她打入冷宫的。哎，你说她怎么就……扣扣，我告诉你啊，宫中侍女不得妄议朝政，更不得妄议圣上。你刚才那些话就是耳天大错，可以治你的大罪乃至于死罪。哼！这么快又变脸了，也不改正自己的错误，还是耳天大错。不是说错成语，就是念白字。哎，扣扣，你能不能不要再纠缠我的成语对错、红字白字了啊？你给我死死的记住，宫中侍女不得妄议朝政，不得妄议圣上。扣扣，扣扣，宫中的规矩你是必须要学，也是必须要懂的。要是太后娘娘知道你一个奴婢，竟敢这样议论皇贵妃娘娘，还说皇上做事糊涂，扣扣，你这脖子上的脑袋是不扣杀的。
婉儿姐姐，那个，你看啊，扣扣刚进宫没多久，野心未泯，她一个小小的侍女胡言乱语，你就不用向太后娘娘禀报了吧？啊，太后娘娘对一个小小的奴婢也不会有什么兴趣的。哎，对，况且殷大人都打过招呼了，那奴婢就更不必向上禀报了。但若扣扣一犯再犯，那奴婢就得尽职了。对，快谢谢婉儿姐姐呀，快点儿！谢谢婉儿姐姐。谢谢婉儿姐姐啊。你呀，走吧，朕今天啊，就住你这儿了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皇上今天刚离新后，灵住在皇后那儿，以示恩爱和睦。朕不愿意住皇后那儿，朕去她那儿住，朕觉得索然无味。那皇上也得去啊！如果皇上不去，太后娘娘怪罪下来，这错可就都怪在小婉头上了。皇上忍心吗？可是朕就是不想去，朕不愿意去。哎呀，皇上放心去吧，小婉的心，时时刻刻，永永远远，都在皇上这儿。唉，又怎么了？快去吧。阿玛，还好咱们都想低调行事，未对灵珠的事有一点声张，否则咱俩的脸可就无处摆了。一定是后来发生了什么变故，阿玛要请太后娘娘给个解释。多纳怎么能跟咱家的灵珠娘娘相比？皇上立她为后，那定是忌惮咱家的权势日隆，有意遏制。这对咱家的灵珠娘娘太不公正了，阿玛。这等于咱家的灵珠娘娘受了咱们家族的连累啊！几度啊，后宫的事可不是用公正二字来评判的。你要记住，兰贵妃未能封后一事，咱们不能流露出半点不满。相反呢，对兰贵妃晋封皇贵妃之事要诚挚谢恩。兰贵妃晋升皇贵妃，这是皇室给咱们家的面子。这件事，除了谢恩之外，不能动怒。你千万不能对后宫之事有一句评论，明白吗？阿玛放心，儿子在外面绝不谈后宫的事，儿子只议朝政，不谈后宫。启禀皇后娘娘，后宫的妃嫔贵人14人，除静妃娘娘有病不能前来拜贺，其他的都到齐了。有劳公公了，那就开始吧。众妃嫔贵人给皇后娘娘拜贺，三跪
三拜。臣妾恭贺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礼毕。皇贵妃娘娘，请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众姐妹也请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众姐妹，咱们外间说话。是。臣给太后娘娘请安。郑王爷免行大礼。臣便失礼了。郑王爷请坐。谢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，老臣今日来慈宁宫，是为兰贵妃晋封皇贵妃一事来谢恩的。苏娜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郑王爷，哀家知道你对多纳封后一事一定会有疑惑，因为哀家之前对你透露过一些口风。如果皇帝废后，可能会是灵珠上位，如今真的废后了，却不是灵珠上位，其中原因恐怕是郑王爷今日来慈宁宫的真正目的吧。太后圣明，臣确实有点疑惑。废后一事，臣认为皇上理由充足，臣无异议，各位议政大臣也无异议。但是立荣贵妃为新后，臣略有不解，各位议政大臣也有所不解呀。好，那么哀家就给王爷做些解释。皇贵妃，请上座。臣妾谢过皇后娘娘。众姐妹也请坐吧。谢皇后娘娘。众位姐妹，皇上和皇额娘册立本宫为皇后，本宫实在是诚惶诚恐。试问，本宫又有何德何能，能身为这天下之母？本宫只能怀着如履薄冰之心情，完成好皇后的天职。本宫也希望各宫的姐妹能够一起努力，让这后宫祥和安宁，不给咱们的皇上、皇额娘增添一丝软。那本宫担心后宫以后，可并非能够像皇后娘娘所。这皇贵妃竟然为了皇后之位，做了这么多手脚。其中最严重的是她欺骗皇帝，说她对董小宛十分欣赏，这么做是在帮皇帝让董小宛顺利地留在宫中。哎呀，这皇贵妃怎么能这么做呀？皇帝知道灵珠这些失当之事后，并未对她指明，
还册封她为皇贵妃，这说明皇帝已经成熟了，知道皇室同议政大臣是一家人这个道理。他对灵珠的娘家人示好，是不想伤了郑王爷和简亲王。皇帝这份心思，哀家期望郑王爷能够领悟。臣绝对丝毫不知道皇贵妃做了这等不妥之事，臣难免心里有疙瘩。如今老臣的心里是万分的惶恐感动啊！老臣叩谢皇上、太后娘娘皇恩浩荡。郑王爷请起。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最重要的是把话说明，又能各自拿捏住分寸，对吧？太后娘娘圣明。皇贵妃这件事，哀家希望郑王爷不透露一点口风，哪怕对简亲王都不要讲明为好。皇贵妃是个聪明人，哀家希望她能自省到一些东西。若有人传话给她，恐怕会令她心生怨尤。老臣明白，太后请放心，臣绝对不会漏一点口风的。皇贵妃娘娘教训的对，几日子，不宜较真儿斗气。皇贵妃娘娘跟皇后娘娘说话，一定要称臣妾。刘公公，在这个地方，你还是少说话为妙。皇贵妃，本宫可要提醒你，果真千生得妃，那是皇上、皇额娘钦定的。果真生性单纯善良，皇额娘都不与他计较。皇贵妃，你跟他较什么劲儿啊？哼！再说了，欺负这无权无势的小果真，也算不上什么本事吧？皇后娘娘惠明，臣妾认为皇贵妃娘娘地位尊贵，不必与下面的嫔妃太过计较。好啊，荣贵妃也站出来帮腔了，难怪呢，皇后娘娘总是有人护驾讨好的。不过本宫提醒你们一句，倘若你们认为亲近董小宛的人，皇额娘会轻易放过她的话，那你们就打错了算盘，看走了眼，早晚会有后悔倒霉的一天。这个灵珠真是狠毒至极，本宫如今已经这副模样了，他还是不肯放过本宫，定要赶尽杀绝才肯罢休啊！今日皇后倒是当众驳了他，看来以后这皇贵妃和皇后的仇啊，就更大了。灵珠也真够胆大的，后来跟皇后娘娘说话，竟然不称臣妾了。他压根儿也没把这个多纳放在眼里啊！一番折腾之后，倒让多纳得了凤位，他气都气死了，又怎么可能对他毕恭毕敬的？姐姐猜的还真是准。今日多纳可算是端出了皇后的威风，显露了真容，还当众驳了灵珠。以后这后宫啊，可有热闹看了。本宫便要好好看戏，看他们一个个都栽下来。待本宫查到了多纳用毒蝴蝶害果真的证据，那多纳的皇后之位，怕也是到头了。那妹妹便陪着姐姐一道看戏，看着皇贵妃和这皇后斗得死去活来的，定是好看之极呀。
淑妃妹妹，姐姐有个疑问。如今姐姐已栽了大跟头，已经再无翻身之日，其他妃嫔对姐姐都是避之不及，可为何你还对姐姐一直未变心呢？你就不怕姐姐连累你吗？淑妃妹妹，姐姐可要听实话，你可不能敷衍我。如今姐姐落难了，妹妹岂能背弃姐姐，离姐姐而去呢？这要是让后宫的众嫔妃知道，他们会认为妹妹是势利小人，那妹妹以后何以立足啊？姐姐于情于理于利，妹妹绝不会背弃姐姐，定会与姐姐同心同德。好，那咱们两个就一起让这个灵珠下地狱。今日皇贵妃娘娘和皇后的一番冲撞，真是看得大家有些心惊肉跳。没想到这平日里老是怕事的多娜一坐上凤位，竟也是威仪顿生。还有，那个果真居然也跳了出来。皇后嘛，天赋威仪特权，谁坐在那个位置上，都会有些模样。至于宫最大的热闹，便是董小宛，而结局最为悲惨的，也会是董小宛。如今，不仅是本宫恨死了她，灵珠也恨死了她，而多娜皇后定会用她最阴险的手段来对付董小宛。可怜这个董小宛，一只羊羔掉进了狼窝子里。姐姐说的真是没错，可是董小宛她是待在南苑，跟咱们后宫又有什么关系啊？你错了，南苑的董小宛掀起的风浪还不够大吗？哼，姐姐还告诉你，不出1个月，皇上定会让董小宛真正进入后宫。真正的进入后宫？这怎么可能？董小宛要是进了后宫，那岂不就是给了名分了？皇上想马上下旨，册封董小宛为德状在了一起，再没退路啊！议政会议断断不会交出两黄旗印的。朕的意思，已经毫无保留的向各位爱卿表明了，可各位爱卿竟是无动于衷，没有一个支持朕的。董小宛是朕爱的女人，她已经跟朕进宫3个多月了，朕赐她个名分，难道有什么过错吗？平日里你们口口声声对朕的忠心到哪儿去了？皇上，臣等这样劝谏皇上，正是对皇上对大清的一片忠心呐。如果不是如此，臣等又何苦要惹皇上不快发怒呢？鳌拜大人，臣在。你与郑亲王的意思是一样的吗？皇上，郑亲王说的有道理，臣从未对皇上有过丝毫不敬。但是今天臣要冒死劝谏皇上，千万不要封汉人女子为妃。臣这样做是在为大清着想，是对皇上尽忠啊！诸位爱卿，董小宛已经归齐，玄武门前的恭进铁牌也已挪走，这其中的含义，你们都不曾领会吗？皇上说的2件事，以臣理解，这汉女不得入宫的恭进铁牌，是因休憩而暂移他处，随时都是可以恢复的，这有太后的懿旨为证。而董小宛归齐一事，臣想问，归齐便是齐人了吗？
如果真的是这么简单的话，那我们祖上便没有必要定下皇室不得娶汉女的规矩了。要什么鸟插上几根羽毛都能变成凤凰，还有什么旗人和汉人的分别呢？皇上，激动！什么是高贵的血统？朕的阿玛是太宗皇帝皇太极，朕的爷爷是太祖皇帝努尔哈赤，朕的血统够高贵了吧？而你嫉妒呢？你的阿玛是正亲王，是大清3朝元老，你的血统也算是够高贵了吧？可仅仅就在上百年，甚至几十年前，汉人早已学会琴棋诗书，钟鸣鼎食，而我们呢，却还在草原上放牛放马，打猎杀鱼，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。谁的高贵是天生的？谁天生的血统又是低级下贱？为何我大清要仿照明朝的体制来治理天下？那是因为汉人的文化要比咱们先进。皇上，简亲王言语有所失措，但其本意是忠君爱国。过去的历史不去说它，高贵不高贵的也不去说它。如今大清已统治天下，祖上为何要立下这条铁规呀？便是要防止八旗子弟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得而复失啊！皇上，朕王爷一语中的，臣等期盼皇上三思。得而复失，朕娶了一个汉人女子为妃，便要亡朝亡国，不是一直在说满汉一家吗？啊！各位王爷大人，如果朕决定要封董小宛为妃，你们会怎么做？啊，诸位爱卿，都想好了吗？皇上，若坚持不顾祖上铁规，一意孤行，首先，议政会议绝不敢交出两黄旗的旗印呐。郑王爷，本来朕可以先等交印之后再行侧妃之事，但朕并没有这么做。为什么？那是出于对议政会议的尊重和坦诚。为何你们就不能对朕通融一点呢？皇上想要一个通融的法子，臣倒有个想法，不知可否能行。鳌拜大人最忠君，朕也对鳌大人抱有信心。鳌大人，请说吧。皇上，董小宛是皇上深爱的女人，而且已归我满旗，给她个名分也在情理之中。但因情况特殊，皇上所赐名分，应当在常在与贵人之间，绝不能封为正妃。如果皇上执意要封董小宛为正妃，那就真的伤了满蒙八旗子弟的心呐。皇上，敖大人言之有理，臣附议。敖大人此意大谬。苏大人也别急着附议。皇上，臣以为无论什么名分都不可赐封汉人女子。皇上，此例一开，日后必乱呐！皇上，不能开，不可开呀！皇上，皇上，不能开呀！朕感谢鳌拜的忠心，不过朕也不能同意这种通融的法子。董小宛是朕深爱的女人，朕爱的女人，岂能赐为常在或贵人呢？兴许皇上同议政会议较量后会知难而退，眼前的危机暂时过去。若皇上决意前行，我便与皇上一道前行。
皇上所行之事是对的，我别无选择。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郑王爷，你方在说拒不交其印时，用了“首先”二字，朕想知道这首先之后，议政会议还会用什么方式来对付朕？皇上，议政会议对皇上的忠心和苦心，苍天可见呐！求皇上就不要再逼臣等了。朕没有逼议政大臣，朕只是想知道，你们议政会议到底还要怎么对付朕？告诉朕，这对朕的决策大有帮助。皇上，倘若议政会议一致认为皇上所行之事会危及我大清的江山，议政会议恐怕会被逼动用祖宗家法，另择新地了。皇上，难怪皇娘会这么坚决地反对警告朕，难怪皇娘会说朕想说服他们是万万不可能的。皇娘比朕更了解这些支撑朝廷的人，这道难关，难道朕真的迈不过去了吗？英儿，奴才在。你速到坤宁宫，速传皇后和几位正妃到朕的西暖阁，朕有点事要交代他们。这。改天呀，一定请供你坐坐。好的。恭祝皇贵妃娘娘安康吉祥。免礼吧。谢娘娘。本宫与你们那是姐妹，不像皇后娘娘，见了面还得行大礼，还得称臣妾。皇上今天叫我们过来，什么事儿啊？谁知道吗？皇贵妃娘娘都不知道，我们哪能知道啊？果真神通广大，你应该知道是什么事吧？皇贵妃娘娘，本宫并没有什么神通，更谈不上什么广大，所以本宫呢也是毫不知情。听听，大家听听，身为德妃的果真，仗着皇后的事，说话都锋利了不少啊。敬妃娘娘驾到！姐姐来了。淑妃，姐姐定会记住你这声问候的，就像是冬日里的一抹阳光，甚是温暖。
静妃别多心，不是本宫失礼，只是礼节和称呼上，一时还不大适应。姐姐是好人，这个本宫清楚，因此姐姐才能升为贵妃。本宫真为你高兴。照静妃的意思说，我们是坏人了，本娘娘是坏人了。皇贵妃以自称娘娘，那我就不必在后面尊加娘娘了。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，自己应该更清楚吧？静妃这话说的可有些放肆。怎么着，还想治我的罪啊？哼，只可惜啊，你跟我一样，手中都无中宫监表。哼，落水的凤凰不如鸡，静妃最好记住这句话。皇后娘娘驾到！臣妾参见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众妃请起吧。谢皇后娘娘。皇上总算想通了，不会再考虑立董小宛为妃之事了。这多亏了在座各位议政大臣立场一致，强行劝阻了皇上。若非如此，一旦皇上封妃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啊？对，所以依我说，重大事情、关键时刻，议政会议一定要站出来，帮助皇上做正确的决定。只要咱们议政大臣立场一致，皇上就会知难而退，迷途知返的。刚才啊，我看到皇上眼里含着泪水。说老实话，我这心里也难受啊。嗨，敖大人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啊？这关键时刻心不能软，心软会铸成大错。的，还成吧。在这后宫妃嫔中，除了兰贵妃，怕是再没有人能够有如此上等玉料打成的镯子了。待会儿去慈宁宫请安，咱们呢，定要让那些妃嫔们好好的开开眼。主子的这只镯子，若是叫那些娘娘们瞧见，定是赞不绝口，羡慕得紧呢。本宫这些稀奇的玩意儿多了，待本宫待些时日腻歪了，就赏你了。啊，娘娘，奴婢可不敢要那么贵重的东西。好了，咱们走吧。是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娘娘，奴婢见小溜子身体抽动了几下，他若再打下去，怕是要多嘴。这死奴才，未将雨水擦干净，害本宫不慎摔了一跤，还将原本要给妃嫔们展示的镯子也摔碎了。本宫只是赏了他50大棍，已经算是够仁慈的了。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，通通赏给他。这大43、44、
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。小溜子这50大棍不是盛下来了吗？你们都给本宫记住，若是谁要找死，敢违了本宫的意，或是伺候本宫有不周之处，小溜子的今日便是你们的明日。好了，赶快将他抬回房间休息2日吧。本宫仁慈，慎刑司那边就不必再罚他了。小溜子，小溜子，小溜子，奴才启禀皇后娘娘，这小溜子已然断气了。什么？还真死了？如此不经打，真是晦气。行了，赶紧将他抬走吧。抬出去吧。真是晦气。行了，平儿，随本宫进去，再去挑一只好看的镯子。本宫这稀奇贵重的玩意儿可多了去了，待会儿赏蝴蝶的时候，定要让他们好好的开开眼。英格尔在。过几日咱们微服去江南，你可准备好了？早就准备好了。皇上，奴才听说江南人美水美，去过的人都念念不忘。这江南真有这么美吗？你问朕，朕问谁去？朕不也是第一次去吗？哎，皇上，奴才听说这江南女子美若仙，静如画。难怪你这么兴奋啊！闹了半天，你是想去江南看美女啊？哼，朕也是这么想的。嘿，朕早就听说了江南出美女，这次便可亲眼看看何谓江南美女。不过皇上，江南美女再美，不会比皇上的嫔妃美吧？哎，这可说不准。朕的嫔妃呢，都是些蛮猛女子，朕可从来没有接触过汉人女子。正好，这次可以好好的看一看。所以啊，你不能这么早下定论，知道吗？奴才知道。臣妾给皇额娘请安，皇额娘万福金安。起来吧。谢皇额娘。皇上就要下江南了，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。皇上不在宫里的这些时日里，你们都要安守本分，和睦相处，万万不可滋生是非，妄作胡为。倘若有人不听教诲，明知故犯，哀家定要严惩。臣妾谨遵皇额娘懿旨。好，你们可以退下了。是。娘娘，龙嗣状况良好，娘娘爱动，注意着不要动得过多过猛，尤其注意着不要生气动气才好。冯太医，你的第一个叮嘱呢，本宫会注意的。可是你的第二个叮嘱啊，就有些多余了。本宫呢，一向脾气很好，从来不会发火置气。云儿，你可见过本宫发火置过气吗？主子一直笑言笑语，犹如春日的暖阳，就连奴婢们见到主子，都会不自觉的高兴欢心呢。卑职知道娘娘性情最好，但现在娘娘怀着皇上的龙嗣，卑职还是需叮嘱娘娘一声：娘娘没事的时候，就欣赏一下蝴蝶、鸟、花草什么的，这样对龙嗣最好。冯太医，你心细，本宫知道了。有劳冯太医了，你且先下去吧。
多谢娘娘，卑职告退。太医说多看蝴蝶对我有好处，那我就多瞧瞧。皇上驾到！皇上来了，皇上来了。臣妾果真恭迎皇上。起来，起来。谢皇上。朕跟你说了，你现在有孕在身，可以免贵。还有，你一定要记住朕的话，不可以像之前一样乱蹦乱跳，再动了胎气。皇上，臣妾就像个小羚羊一样，喜欢蹦蹦跳跳，喜欢跳舞嘛。哎，皇上来，慢点儿，慢点儿，刚跟你说。皇上快看。哦，这么多蝴蝶啊！你可否知道皇额娘会喜欢这些蝴蝶吗？皇上，这几只蝴蝶可是臣妾好不容易捉到的稀有品种呢。臣妾觉得待会儿放在慈宁宫花园，皇额娘她一定会喜欢的。好，朕相信。小心点。皇上，你坐呀。哎，你先坐。来。果真，朕去江南需要1个月的时间，这段时间你一定要注意休息。还有啊，朕离开的这段日子，如果皇后和其他嫔妃，他们要送你东西，尤其是食物和胭脂香膏，你一律不可以用。皇上的意思是说，有人会害臣妾肚子里的孩子？若朕在，即便有人心里面想谋划些什么，他也不敢轻举妄动。若朕不在，那就难说了。可是皇上，臣妾怀的只是一个格格，又不是阿哥。难道这个格格也有人要对他下手吗？你从嫔妃到正妃才半年，宫中的种种凶险，你还未曾领教过。朕不光只爱阿哥，格格也是朕的孩子，朕也一样喜欢。因此，你绝对不能因为你只怀了格格，就觉得你可以跟其他嫔妃相安无事了。什么？皇后娘娘打死了一个小太监？这小奴才犯了什么事儿吗？一个小奴才在花园里擦隔夜的雨水，皇后滑倒，不小心跌了一跤，便怪罪到小奴才身上，下令杖责50。这人呢，就这么活活的给打死了。哎呀，这个皇后娘娘总是这样，对待下人也太过严苛了。只不过是滑了一跤，就是50大杖。其实要说打死个小奴才，原本也不是什么多大的事儿，只是眼下皇上正对皇后多有不满，想停了她的中宫监表。多娜妹妹，我敢打赌，倘若今儿个的事儿让皇上知道了，一定会停了皇后娘娘的中宫监表。皇后的中宫监表一旦被停，那就是废后的前奏。姐姐的意思是，皇上要废后？不可能吧？这皇后到底也是皇额娘的亲侄女，就算是皇上有着废后之心，皇额娘也是绝不可能答应的呀。哼，皇额娘当然不会答应了。可是咱们的皇上性格如此刚烈，他想做的事儿就一定会去做。他可不会因为皇额娘的反对，就容忍一个自己十分厌恶的女人一辈子。倘若真有那么一日，那妹妹便要恭贺姐姐了。以姐姐的品貌、才能、妃位，再加上娘家的势力，这今后必是姐姐无疑呀。小六子死得太惨了。刘光彩，让敬事房
给小溜子他们家一些钱，多给一些，作为对他们家的补偿。记住，这事儿不可以说是被打死的，就说是感染了恶疾，不治身亡。这样说，小溜子他们家人心里会好过一些。奴才替小溜子家人叩谢万岁爷的皇恩。起来吧。谢万岁爷。刘光彩，你现在传朕口谕，让皇后还有其他嫔妃立刻到朕这儿来。朕要下旨，朕要立刻停了皇后的中宫监表。万岁爷，这个事要不要跟太后娘娘通通气呀？不必了，等朕训诫了他们，下完了旨意，朕自然会跟皇额娘禀报的。万岁爷，今儿是3月3，众妃娘娘都到慈宁宫给太后娘娘请安去了。瞧瞧，把朕气得将这事儿都给忘了。朕还以为今天不是个请安的日子。啊，请安之后，把他们每个人都给朕叫到这儿来。这。平儿，你说这蝴蝶身上的毒，真的能将妃嫔肚子里的孩子弄掉吗？奴婢不知道，奴婢不懂这些事。平儿，你不用怕，本宫是皇后，是皇额娘最亲的人。本宫弄点小把戏，没人敢怀疑到本宫身上。是，平儿不怕。本宫没有孩子，如今，本宫最痛恨这些怀上龙种的女人。珠儿，把蝴蝶收好。知道了。每年的3月3，后宫娘娘们都会进献蝴蝶给太后娘娘，这已经成了宫中的规矩。说是后宫娘娘孝敬太后娘娘，不如说是各位娘娘们在太后娘娘这里讨个彩头，图个吉祥。后宫的娘娘们图的是蝴蝶的谐音，蝴蝶蝴蝶，福瑞重叠呀！蝴蝶蝴蝶，福瑞重叠，臣妾恭祝皇额娘万福金安。好，好，起来吧。谢皇额娘。刘光彩，奴才在。把蝴蝶拿过来。这是坤宁宫皇后娘娘敬献的蝴蝶。这是翊坤宫兰贵妃娘娘敬献的蝴蝶。刘光彩，把蝴蝶都放了吧。放飞蝴蝶。放蝴蝶，蝴蝶蝴蝶，福瑞重叠呀！
娘，您认为方才臣妾们献的蝴蝶，谁的最出彩啊？这个额娘哪分得清啊？各有各的美。皇额娘，臣妾的蝴蝶可是费心捉来，还精心养了一阵子，臣妾的蝴蝶最为出彩。好，皇后的蝴蝶最出彩。静妃，你的孩子好吗？皇额娘，给臣妾瞧病的冯太医说臣妾肚子里的孩子呀，好得很呢。冯太医还叮嘱臣妾说，臣妾要静心静养，千万不可置气，动了胎气就不好了。臣妾哪里会置气呀？但是要臣妾一直坐在那里不动，那可真是要了臣妾的命了。静妃啊，你说话真好听，音清韵灵，跟唱曲儿似的。额娘就最爱听你说话。哟，啊，蝴蝶在你头上呢。啊，快看，那里还有一只，那是我的，真好看。皇额娘，您快看，那些蝴蝶只围着静妃和娴妃他们转呢。哟，1、2、3，哦，还真是啊，围着静妃的蝴蝶还要多2只呢。皇额娘，看来今天啊，最有福的人就是娴妃妹妹和静妃妹妹了。娴妃不算，她只是坐在静妃身边沾了光。这些蝴蝶啊，是在给静妃道贺呢。只可惜，静妃怀的是个格格，这格格跟阿哥可差了天远呢。这些个蝴蝶，眼力还真够差的。皇后娘娘，臣妾可是第1次怀上孩子，这不管是格格还是阿哥，臣妾都视他如珍宝一样。而且皇上也说了，皇上说他喜欢格格。本宫只不过同你打趣儿，怎么还真生起气了？太医说了，你可不能动气，这万一惊了腹中的孩子，那可就不好了。臣妾知道，臣妾是不会生气的，臣妾定要好好的生下这个格格。静妃妹妹可千万别在意皇后娘娘的一句话呀。皇后娘娘一直都未有所出，所以难免对怀有子嗣的妃嫔心存芥蒂。灵珠，你无端跟本宫提这事是何意？又想找罚找骂了不成？你有什么可能耐的？皇上夜夜宠幸你，不是白费功夫吗？无非是个没用的货。皇额娘，您看，臣妾请皇额娘做主。好了，别说了。索尔纳，这件事你有错在先，你对静妃说的那番话，可不是皇后该对妃子说的。兰贵妃，你也是。这件事你不说劝慰，还煽风点火，恶语相向。是，臣妾知错，臣妾只是想替静妃妹妹抱不平。坐下吧。是。皇额娘，您看，这蝴蝶真是瞧上静妃妹妹了，还想歇在静妃脸上呢。哎，妹妹，别赶它呀，这蝴蝶停在脸上，可是大福大喜。那我就听荣贵妃姐姐的，不赶它了。这荣贵妃呀，和静妃是最要好的，静妃呀，最听荣贵妃的话了。皇额娘，您快看呀，好奇怪，那些蝴蝶就是围着他们2个人转，对我们全然不理会。
刘光彩，你最聪明机灵，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谢太后娘娘夸奖。依奴才看，今儿静妃娘娘和贤妃娘娘的脸上用的是同样的胭脂香膏，好漂亮。而正好这些蝴蝶是啊，都非常喜欢这种胭脂香膏。想来一定是这个原因。你们看，两只蝴蝶都停在了静妃和贤妃的嘴唇上。哎，你们俩别动，看他还能停多久。刘公公这话在理，至少静妃和贤妃的嘴唇用的是同一种唇脂，美人红唇，点上这华彩芳年的蝴蝶，这景象甚美。7天之后，果真肚子里的孩子肯定就完蛋。刘光彩，奴才在。哀家赏蝴蝶的时间也差不多了。你不是说皇帝有些话想跟他们说吗？苏娜啊，陪我出去走走吧。是。臣妾恭送皇额娘。万岁爷明儿就要启程去江南了。万岁爷在乾清宫西暖阁对皇后娘娘。走吧。看几位妹妹的神情，想必是已经知道皇上叫咱们来西暖阁所谓何事了。皇后娘娘，臣妾并不知皇上传臣妾来是为何事。今日还想停了本宫的中宫监表呢。今天把你们召到西暖阁来吗？臣妾还真不知道皇上所谓何事，方才还同姐妹们聊着呢。昨日你在坤宁宫差人打死了服侍太监小溜子，你好像丝毫没有一点歉意，是不是你根本就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回事儿啊？皇上，那是因为小溜子犯了过失，他未将隔夜的雨水擦干净，害臣妾摔了一跤。臣妾下令责罚他，也是按照宫中的规矩办事啊。且不说臣妾贵为皇后，即便是其他妃嫔，臣妾心想，也是有权责打下人的吧？是，按照宫中规矩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。可他们打死过人吗？他们会因为隔夜的雨水没有擦干净，就将人打死吗？可是皇上，臣妾这跤摔得可不轻啊，还将臣妾的一只新镯子也摔碎了。那小奴才即便有10条命，也抵不了这只镯子。就算如此，臣妾也未责令将他打死啊。只不过他自己命薄，挨不起这板子罢了。你还觉得自己很仁慈是吧？据朕所知，你当时就坐在那个地方，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人用木棍打他。杖责的人说：“小溜子快不行了，求你网开一米，莫再继续。”而你呢，却根本就不准。朕可有说错？那是因为臣妾定的次数还未打够，还差那么几棍子呢。皇上，臣妾就不明白了，皇上为何会因为这些小事来指责臣妾？那个小溜子是什么人？他不过是个汉人，是个犯了大过的小太监罢了。皇上竟会因为打死个小太监这种小事，来当众指责臣妾。瞧瞧，
你的怒火比朕的还大。是，一个汉人小太监，在你眼里无非就是一只蚂蚁，一脚踩死了都不必回头看一眼。如果朕没有说错的话，仅这半年，你行使你的皇后之权，惩罚朕的多名嫔妃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皇上，臣妾惩罚他们也是有理有据的呀。住口！你有你的理和据，朕也有朕的理和据。朕早就和你说过，如果你一味的失德失仪，不思悔改，朕就将停了你的中宫监表。皇后索尔纳停职。皇后娘娘，万岁爷要降旨，请皇后娘娘跪下接旨。索尔纳恭接圣旨。查皇后博尔济索尔纳多有失德失仪之处，今日更以小过，即至宫中服侍小太监惨死，其形状实为不堪。朕决定即日起停止皇后的中宫监表3个月，以观后效，钦此。臣妾领旨。臣妾想问皇上一句，皇上所说的以观后效是何意？皇上可否告诉臣妾？朕的意思是，若你再一味的无德无行，或变本加厉，朕就废了你。你听明白了吗？臣妾听明白了，臣妾定会改过，臣妾绝不会让皇上失望的。朕现在就去慈宁宫，将这件事情告知皇额娘。你们归安吧。臣妾恭送皇上。哦，对了，朕今儿晚上就歇驾在兰贵妃的翊坤宫，其他爱妃就不必备旨了。臣妾领旨，臣妾恭候圣驾。这个索尔纳真是气死朕了！万岁爷息怒，万岁爷，您得静静心思。您停了皇后娘娘的中宫监表，您得跟太后娘娘好好的解释解释。这件事情，你跟皇额娘禀报了吗？没有，奴才没敢禀报。皇上就会为个小太监跟本宫动雷霆之怒，停了本宫的中宫监表，还来个以观后效。皇上是不是疯了？哼！皇后娘娘，多娜，你莫替她求情。你可不要忘了，你是皇额娘的侄孙女，是本宫的侄女，你应该与本宫同心同德才是。是。怎么着？本宫说话都没听见啊？还不张嘴？皇后娘娘，你那侄女荣贵妃是想提醒你，你已经被停了监表，丧失了这种权利。可惜呀，咱们的皇后娘娘似乎还没有领会圣旨，下了一道没有人会执行的旨意。灵珠，你竟敢如此放肆！放肆！臣妾告退。滚！你们都滚！皇后娘娘，淑妃，你为何不和他们一起走？娘娘待臣妾不薄，
臣妾对娘娘忠心不二，就让臣妾陪娘娘回宫去吧。儿子给皇额娘请安。皇帝，起来吧。谢皇额娘。坐。皇额娘，儿子方才下旨停了索尔纳3个月的中宫监表，其中原因想必皇额娘也已经清楚了。儿子自作主张，请皇额娘宽谅。停就停了吧，索尔纳也确有不是。不过额娘想提醒皇帝一句，等3个月时间到了，皇帝可要及时恢复皇后的监表。皇额娘，儿子最痛恨索尔纳的地方就是他恶毒跋扈，太过奢靡。儿子希望这3个月里，索尔纳能改掉这些毛病。儿子也知道，索尔纳一定会为了这件事情来找皇额娘哭诉。儿子希望皇额娘，您千万不要心软，您要好好的教导教导他，助他改过。额娘会教导索尔纳的，不过额娘也要替索尔纳说句话。索尔纳纵有千般不是，可有一条却是皇帝的不是。这2年，你就不往坤宁宫去呀？你瞧，这都6年了，索尔纳仍是未给皇帝生下一儿半女，这一点不能怪索尔纳吧？皇额娘，儿子便实话实说吧。儿子现在对索尔纳厌恶至极，儿子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接待坤宁宫了。索尔纳是当年哀家指的婚，成婚之后，皇帝的不满和痛苦，额娘也看在眼里。好，额娘也不止皇后能在短时间里怀上孩子，但有一点，额娘要提醒皇帝，皇帝绝不能因为索尔纳的某些德行而存有废后之心。皇帝若有此意，那会大伤额娘的心，额娘也不会答应的。淑妃妹妹，在皇上龙颜大怒贬斥本宫之时，只有你对本宫忠心耿耿，本宫定会记住你的好。皇后娘娘受了委屈，臣妾更加应该尽忠尽孝。臣妾还想提醒娘娘一句，一定要提防着兰贵妃。兰贵妃一直颇具野心，在后宫的众妃嫔中，她更是无人能敌。以兰贵妃今日的表现，可说是公然向本宫开战了。不错，她娘家权势隆盛，那又如何？即便是再有势力，能跟本宫比吗？本宫告诉你，皇额娘定会劝皇上尽快恢复本宫的中宫监表。等本宫恢复监表之后，定会找个缘由，将灵珠打入冷宫。皇帝过几日就要去江南了，额娘总还是不放心。儿子此次为赴江南，是想详尽地了解一下各地的民生疾苦。有很多事情各地方隐瞒太多，儿子若不微服出巡，根本看不到的。这次好不容易说服皇额娘让儿子微服私访，您怎么又不放心了呢？江南重地，皇帝微服私访是有利于考察到真实的情况。可江南一带是天地会的老窝，天地会又比较猖獗，不如皇帝多带些人吧。皇额娘请放心，儿子让英格尔已经挑了10个最好的侍卫跟着儿子，就算遇到100来个天地会的毛贼，也不在话下。即便是遇到了一些危险，有总督鄂硕在，儿子还担心什么呢？您放心，没事的。既然皇帝不愿意多带人马去，那就带刘光才去吧。皇帝带上刘光才，身边多个照应，额娘也会更加放心。有刘光才跟着，儿子倒是方便。可刘光才是皇额娘您身边用惯的人，这儿子一走就是1个月，刘光才1个月不在您身边，儿子怕您不方便。额娘的确用惯了刘光才，但皇帝的事是天大的事，因此最好的人、最好的东西都得给皇帝用。
刘光才随行服侍皇帝，就这么定了。刘光才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万岁爷过奖，折煞奴才了。儿子遵旨。还有件事，皇帝，江南出美女，皇帝小心啊，别带着个汉女回来啊。皇额娘，这是在给儿子敲警钟呢吧？宫中严禁汉人女子进入。玄武门前恭进铁牌在那立着呢，儿子岂敢造次？儿子此去江南，只看景，不看人。好，皇帝出行要准备，就先回去吧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哀家有几句话要跟你说。这，皇额娘，儿子离开的这些日子，您一定要保重。苏娜，你也出去一下吧。是。刘光才，哀家叫苏娜都出去了，你该明白这谈话的分量了吧？奴才明白，奴才诚惶诚恐。方才哀家已经提醒过皇帝，莫要在出行中与汉人女子扯上瓜葛。皇帝年轻，就怕他真遇上个让他动心的汉人女子，将哀家的话抛之脑后。真遇上什么人了，你可记着挡着他的架，别让皇帝做出冲动的事。太后娘娘，万岁爷万一对什么人产生了兴趣，奴才怕挡不住啊。挡不住也得挡。英格尔只会向着皇帝，拦着皇帝，让他别惹出麻烦，得靠你。若皇帝真的不听，你就告诉皇帝，哀家为这事儿特地对你下过旨意，明白吗？奴才明白。若皇帝出了什么问题，不仅你的人头不保，你的家人、九族同是人头不保。这。小婉姑娘跳得好，也有赏。这个小将军成天缠着小姐，讨厌死了，也没人制止他。别乱说话。江宁府游击将军的大公子追小婉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。可惜小婉不识抬举，还好事儿呢，妈妈。妈妈，你看看，从这小将军过来看戏搅事儿，这戏园里的客人都少了一半了。没事，戏园的损失，小将军都补上了。等小婉姑娘点了头，这戏园子呀就赚大了。妈妈，我们家小姐绝对不会点头的。闭嘴！
真不错。吴妈，下面唱的曲儿，爷爷出20两，点小婉姑娘的《春江花月夜》。哎呀，谢小将军。慢着，我出50两银子，点小婉姑娘的《长恨歌》。哟，这位公子够气派。小婉，那就唱《长恨歌》。慢！这位公子想跟爷爷我比阔气，行，爷爷奉陪。这比到后头，可别开溜啊！既然都斗上了，怎么会跑呢？除非是你被我打跑。好，我今天出500两银子。小姐，快走吧，千万别，出人命啊！这是。哎，小婉，你可别走啊！人家那位公子都出500两点你的曲儿了，妈妈盼着今天能大赚一笔。吴妈别说了，今日我不唱了。哎呀，吴妈你就别拦着了，你认怂了吧？啊！打！给我狠狠的打！你到底是谁？爷爷是刚上任的江宁知府的儿子，红旗。原来是知府老爷的公子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。小人哪敢跟公子争女人？哎，见此情景，真是吓死姐姐了。皇后娘娘，她被停了中宫监表。不仅是中宫监表，这皇上还说了，若不思悔改，会考虑废后的话。这皇上刚一走啊，兰贵妃就公然向皇后娘娘挑衅了。咱们这一众姐妹，怕也只有兰贵妃有这个胆儿了。兰贵妃她自然是有这个胆了，她娘家势力强盛，皇上又这么宠她，况且兰贵妃生得又花容月貌的，还聪慧有心。姐姐，你与她同是贵妃，可她总是趾高气扬的压你一头，看着便叫人生气。这些个姐姐倒不是很在意。妹妹知道，姐姐同你一样，根本无心于这后宫之争，能有这贵妃位啊，姐姐已经很知足了。妹妹才是知足呢。妹妹的阿玛早已战死沙场，妹妹在宫中无事无凭的。妹妹能从嫔位升到妃位，已经是做梦都想不到了。再说皇上对妹妹也算是有怜惜之心。妹妹，你莫这样轻视自己，这皇上对你的怜惜之心呀，可不一般。你想啊，今日皇上为何不让你去西暖阁？那是怕你受了惊吓。这皇上对妹妹的心思如此细致，妹妹还愁在后宫没有个好前程。姐姐，妹妹可不想这么多，妹妹只求在宫中平安快乐就好。这董小婉脾气还真大啊！哼，她竟然敢不给我红爷面子！哎呦，您不知道，这董小婉是江南的红歌女，这追她的人多了去了。哼，这小将军追了那么多天，不会已经得手了吧？哎呀，得什么手啊！小将军狂追了小婉2个多月，小婉对他连一个笑脸都没有。好，我就喜欢她这样的烈女，也可是驯服烈女的高手。董小婉，我必须让她从了我。哎呀，公子和小将军不同，老爷官大2级不说，公子相貌堂堂，又懂得怜香惜玉，出手呢更是豪阔无比。我看呐，这个董小婉日后必定是公子您的人。吴妈，你是明白人。姐姐，姐姐，我刚才看见上次打架的那位公子又跟吴妈在外面说话呢。管他谁呢，咱们不管这些。哦。
子啊，咱先别进去了好吗？这个董小宛呀，他是吃软不吃硬，他屋里头啊有把防身的剪刀呢。剪刀？我还能怕他一把破剪刀？哎呀，公子不是真心喜欢小婉吗？我是怕公子这么一进去，把这事弄拧了就不好办了嘛。吴妈，你放心，我呢刚才也是在跟你开个玩笑啊。我这次来只想让小婉姑娘给我唱支曲儿。小婉说了，她今天一句也不唱。这董小婉拧得很，说不唱她就不唱。公子啊，先忍一忍，给她留下个好印象。等小婉真心从了您啊，那不就是公子的大喜事吗？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这董小婉呢，是我花大价钱买来的，她必须得听我的。要不这样，公子先跟我到我的房里去歇歇，喝杯茶，我跟你讲讲董小婉的事儿啊。走，不是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哎呀，走吧。哎，姐姐看着后宫呀，也就咱们姐妹2个，哦，再加上你个德妃，算是本分人。咱们啊，便看戏吧，看着皇后娘娘和兰贵妃斗法去吧。依妹妹看呢，这皇后娘娘怕是斗不过兰贵妃。妹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不舒服呀？姐姐，自从慈宁宫花园回来，妹妹就觉得肚子有些疼。兴许是那日在花园，皇后娘和姐姐们赏蝴蝶的时候，妹妹吃点心，可能吃得多了。妹妹，你看你是有身子的人了，不舒服的赶紧歇歇。那姐姐就先告辞了。好，那妹妹就不留姐姐了。娘娘快坐。要不要请冯太医过来瞧瞧？先不用了。皇上已经停了皇后的中宫监表，消息确定吗？小半的家了。胡说！阿玛，我没乱说什么呀。基督啊，你给我听着！什么一家3王，什么册立新后，什么长了一小半大清江山的话，你不可以说出来，连做梦也不可以说出来，懂吗？阿玛，儿子岂能不知道这里面的厉害？还有啊，你与灵珠娘娘之间的联系，你自己务必要小心呐！你要谨慎行事，万万不可大意呀！后宫不得干政，前庭也必须避嫌，这可是大规矩啊！儿子明白，在这一侧，儿子一定会更加小心的，阿玛。皇上要走1个月，臣妾会想念皇上的。灵珠啊，朕走的这1个月中，后宫之事你一定要多替皇额娘分担。朕身边的这些女人中，就属你最聪慧、最能干了。皇上放心，臣妾定会尽心尽力，让皇额娘省心的。皇上要去江南，臣妾还特意读了一些古人描写江南的诗词歌赋，江南盛景，令人神往啊！灵珠，你知道朕为什么那么喜爱你吗？因为你既聪慧又好学，朕身边的女人中就属你最有学问，而且对汉人的文化你都略懂一些，因此朕同你最有话说。皇上过奖了。其实臣妾能有一些皮毛学问，还不是为了能好好的服侍皇上，硬着头皮苦读出来的。
皇上，不如你现在考考臣妾，看看臣妾能不能吟诵几首描写江南的诗词。好啊，那朕就出道题考考你。小婉啊，妈妈今日跟洪公子谈了很久。这个洪公子跟那个小将军不同，他是真心喜欢你。他的权势财富，更不是那个小将军能比的。洪公子是真心喜欢我，吴妈不觉得滑稽可笑吗？这个洪公子跟我董小婉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小婉，你还别这么说。洪公子跟我说了，他是家里的独苗苗，他父母对他疼得不得了。他听说你的赎身费用要2万两银子，人家连眨眼都没眨，就表示要替你赎身，然后将你娶进家门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这事儿只是有一点可惜，他已经有2个老婆了，等你进门后就只能做小了。什么做大做小啊？孟公子跟我们家小姐都好了3年了，这一点妈妈不知道吗？扣扣，妈妈跟小姐说话，你别插嘴。那个孟平君是个什么东西？咱们又不是不知道。等他来给小姐赎身娶进家门，哼，下辈子吧。小婉，你跟那个孟公子能不能有个善局，你心里最清楚。人家他爹根本就不同意你们俩的事儿。吴妈，董小婉跟孟公子会有什么结局？这是我董小婉自己的事，用不着你管。不管有没有孟平君，我董小婉都不会跟红旗那个恶少恶霸有半丁点关系。主子肚子又疼了吗？快喝点水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是从慈宁宫回来以后，就老是不舒服。云儿认为还是请冯太医过来瞧瞧的好。云儿，都跟你说了，就一点小反应而已。云儿，你是我最信任的人，以后没人的时候，你也不必这么拘礼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。主子对云儿真好，无人之时从不让云儿自称奴婢，云儿有幸侍奉主子，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呢。小婉啊，妈妈把丑话说在前头，你跟我的契约还要在这怡清园唱10年的戏。你要想提前离开这戏园，你就得付我2个这个戏园子。你说我们可怎么办呢？他要是敢砸戏园，我就到总督府喊天。你可真够天真的！你以为江南总督会为这点屁事儿去过问红旗他爹吗？人家可是江宁知府，地方大员，这官官相护一家人，你不明白啊？总督府要是不管，我就上京告状。你真是拧巴你！上京告状？哼！你欠我的2万两银子，我能让你离开这江宁城吗？董小婉，你给我听着，这洪公子，你不能得罪，你必须给我好好伺候着。你要是毁了我的生意，想离开这江宁城，我会立刻报官，以欠债逃跑的罪，马上抓你入狱。听见了没有你？哼！姐姐，吴妈说这话好狠呢，她从来都没有跟姐姐说过这么狠的话。红旗是红善的儿子，吴妈不想得罪他，又想从他身上赚大钱，可不就发狠了吗？姐姐，要怪啊，就应该怪那个孟公子，他跟姐姐都好了快3年了，这进门的事儿他一直都没提，急死人了。这个孟公子对姐姐倒是真有情谊，只是他性格实在是太软弱了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姐姐，扣扣跟你说实话吧，
，Coco 对孟公子跟姐姐的感情一直都不看好，而且啊，孟公子这么久都不来看姐姐了，我觉得他对你的那些好都是假的。所以啊，姐姐，当务之急，你一定要想好怎么对付那个洪公子，然后再想想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局面。不管发生什么局面，姐姐绝不会对那个恶霸屈服，绝不会给他一个笑脸。大不了，姐姐以死相拼。姐姐，Coco 与姐姐同生共死。出来的这几日真是好，朕的心情真是舒畅之极。皇上，您又忘了，您现在不能自称朕，您现在的身份是京城绸缎庄的少爷。咱们去江南呢，是为了采货。您是汉人，小的也是汉人。刘公公不是还给我起了个名字吗？叫小强子。对对对，汉人。我们现在啊都是汉人。刘二叔你呢，就是我的账房先生。小强子就是我的贴身伙计。大少爷。哎，趁现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好好练练这个称呼，别一会儿说漏了嘴。10匹绸缎的账，您可记清楚了？大少爷，这账都记好了。1匹啊是2两5，10匹呢正好是25两。小强子，该你了。大少爷，我听说您好像对大少奶奶不太满意，最近小两口有些口角。说口角那是轻的，我现在想羞辱他的心都有。这么跟你说吧，能够让朕，能够让本少爷真爱的女人，还没出生呢。万岁爷，奴才颇为不解呀。奴才知道万岁爷对皇后娘娘甚为不满，对后宫的嫔妃们也毫无兴致，但对兰贵妃娘娘和静妃娘娘那是挺宠爱、挺上心的。二叔，这个您就不懂了。朕对他们2个的爱啊，那还是有限的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朕真爱的女人。如果有一天能够让朕遇到一个为他不顾一切的女人，宠她、爱她，那才叫真爱。小婉，快看谁来了！洪公子来看你了。来呀！小婉姑娘好。洪公子，小婉姑娘，我请你去我府上唱唱曲儿，你怎么不去呀？小婉唱戏只在戏园，还请公子原谅。哎呀，你快去啊！小婉胡说，我都打听过。小婉姑娘之前也去给那些文人名士唱过曲儿，那些都是汉人。你是不是因为我是满人而不跟我去啊？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小婉唱戏不分满汉，只要客人懂礼貌、讲规矩，小婉就唱。不错。小婉是出去唱过曲儿，可那些人都是小婉的朋友，小婉心甘情愿。小婉姑娘的意思是，我不懂礼貌，不讲规矩呗？你知不知道，我对你已经很懂礼貌，很讲规矩了。第一次我来你们怡清园，啊，我就看上你了。
我就喜欢上你了，但是我没对你动手动脚吧？10天前就在这儿，我帮你们赶走了那个混账小将军。这10天，你们怡清园清静无事了吧？哎呀，是啊。可你是怎么报答我的？啊？你连小手都没让我相一个。我告诉你，就这几天，是我受过的最大的耻辱。哎呀，洪公子啊，别发火啊，洪公子，洪公子，消气啊！洪公子的想法真是奇怪。小婉只当公子是个戏客，并没有对公子做出过任何承诺。昨天吴妈说情，小婉还在这屋子里单独给公子唱过一曲儿。没想到公子竟还是满腔怒火。奴才对这个男欢女爱之事啊，是真的完全不懂。但奴才以为，万岁爷的龙尊金体，那天底下的女人都拼着命的想爱万岁爷呀。可万岁爷要想不顾一切的爱着一个女人，那可真是千难万难呐。那可不是吗？咱们家大少爷的相貌、风度、学问、财富，这天底下有谁能比啊？能让大少爷看上的女人，估计还在娘胎里悬着呢，而且啊，永远都掉不下来。哎，你这个马屁算是拍到家了，回去有赏。谢谢大少爷。听说江南盛产美女啊，这次来江南，真希望能够遇到1、2个能够让朕的眼前一亮的美女。哎呦，万岁爷，您的眼睛可不敢一亮啊！太后娘娘让奴才跟着您，就是怕你眼睛一亮，带回一些不合适的人回去。您的眼睛发亮了，那奴才的眼睛可就要瞎了。你瞧瞧，把我们二叔给吓的。不亮不亮，朕的眼睛不亮啊！用英格尔的话说，让朕眼前发亮的女人啊，还在她的娘胎里面没掉下来呢。好了，上路。今日红爷就会让你知道该如何跟红爷对话。吴妈，你带扣扣先出去吧。好，我要单独跟小姐好好谈谈。出去！哎，我不出去。扣扣，出去吧。姐姐也想跟这个洪公子好好谈谈。走。哎呀，凤凰，你什么风情高雅？我呸！洪公子。吴妈放心，我是真心喜欢小婉姑娘，若不然的话，早就把你们这儿给关了。明白，哎，快走，走。这，呛，吁，江宁城，朕来了。撤！万岁爷，这地方您真能住得惯吗？咱们还是到江宁知府住吧。不，朕就要住这儿。都精神点。不错，真不错。万岁爷，奴才真的是怕不安全啊。不是把客栈都包了吗？有什么不安全的？再说了，这一路上朕不都住过来了吗？朕这次是私访江南，了解民情，顺便散散心。你说，如果让各地方官员都知道朕到了江南，这民情朕还能了解吗？这心朕还能散吗？哼！你真是不识好歹，油盐不进呐！我洪公子愿意花2万两大银替你赎身，还要风风光光、堂堂正正的
将你娶进我家，你却不识好歹。小婉已经跟洪公子耐心讲过了，这是公子一厢情愿，不关董小婉的事。小婉不需要洪公子赎身，更不可能进洪公子的家门。小婉姑娘，你这样，是不是因为那个孟什么平君的呀？你就不怕我派人把他给杀了？公子要想犯下命案，自有官府过问。小婉也绝不会放过公子。哟，小婉也绝不会放过公子。我好怕呀！那你能把我怎么样啊？小婉不能把公子怎么样，小婉只能击鼓鸣冤，喊天告状。不过孟平君他爹一定会为他这个唯一的儿子跟你拼命。你知道现在是谁的天下吗？是我们满人的，是我们八旗劲旅的天下。只要我阿妹一声令下，就能让你那位孟公子活的是生不如死。你真是霸道到家了，这天底下就没有王法了？有王法呀，我就是王法呀。洪公子放尊重点。那个孟公子啊，根本就配不上你，只有我洪公子才配得上。你真的把我想死了，想死我了！你就让我抱抱你吧。我爸。嘿，你个小伙计，给大少爷铺被子你都不会，该打屁股。去吧，跟大少爷说话去吧，别给二叔添乱了啊！怪只怪啊，我们家少爷没让我受过这种训练，辛苦二叔了。去吧。哎，这个刘二叔啊，他怎么什么都会干，什么都懂啊？那是，刘二叔可是从苦水里熬出来的，哪像你，从小跟着我一起长大，不是王孙胜似王孙。二叔，来了，有何吩咐？您忙完了吗？好了，走了。好，走。总舵主胜了。总舵主太过神勇，我们还得加上最厉害的2位堂主，也许才能和总舵主战成平手。还是总舵主的飞刀精准，瞧这几把飞刀，刀刀正中眉心中间。你们一定要记住，这3个人是咱们天地会最大的仇人，也是我们刺杀的最重要目标。杀他一个，就是名垂青史的丰功伟业。居然敢拿剪子指着我，你是不是想杀了我呀，小婉？洪公子啊，哎呀，洪公子，哎，消消气啊！哎呀，对不起啊！哎呀，实在是对不起。去，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？吴妈，关键是让董小婉她从了我。好，行啊！我要买怡清园。公子要买怡清园？是啊，这怡清园不是你的吗？这董小婉也是你的。我买下这园子，这董小婉就是我的人了。哎呀，公子真聪明，这没多花1分钱，这绕了个弯儿，就把小婉娶进家门了。
小婉想不从啊，她也不行啊。谢了，五妈。啊，哎，公子慢走啊！要怪啊，就该怪那个孟公子，他跟姐姐都好了快3年了，这进门的事儿他一直都没提，急死人了。扣扣对孟公子跟姐姐的感情一直都不看好，而且孟公子这么久都不来看姐姐了，我觉得他对你那些好都是假的。只是他性格实在是太软弱了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那边主子，哇，还有一些。哎，蝴蝶，蝴蝶飞过来了。哎呀，好漂亮啊，好美啊，落到主子头上了。哎，在嘴上，嘴上呢。飞了，飞了。主子，主子，主子，你怎么了？主子，你是哪儿不舒服啊？主子，主子，主子，你再坚持一会儿，冯太医马上就到了啊！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主子，你再坚持一会儿啊！冯太医到，到了，到了。冯太医，娘娘怎么样了？娘娘已经腹痛2个时辰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啊！冯太医，娘娘，您感觉怎么样？好痛！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敬事房公公禀报，长春宫静妃娘娘腹中的小孩小产了。冯太医正在长春宫照顾静妃。怎么就小产了？前几日在慈宁宫花园，静妃看着还颇为精神，脉象也很稳。冯太医怎么说？冯太医说，静妃娘娘像是被下了什么毒。中毒？怎么会中毒的？静妃的情况现在如何？敬事房公公说，静妃娘娘一切平安，只是伤了心神。幸亏没事，伤心是难免的。婉儿，你现在去太医院传金太医，立刻去长春宫查看，叫他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。是。娘娘醒了，娘娘醒了。娘娘，